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1月29公视在期待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台中市交通局公职处长张应当起防指控讲性骚扰当人，市政府9月启动调查，调查报告这个月26出来，确认有骚扰6个受害者。市政府家己2期大告免责，也袂使领退休金。另外，违反性别平等工作法，搁再罚30万。台中市交通局公职处处长张应当获表出对下死性骚扰，市府第一时间甲伊通知接受调查。如今结果出来，张应当性骚扰是事实，除了记2期大告免责，退休金也袂当领。另外，搁按照违反性平法罚30万。说性骚扰的人具有权势，好，那第二个部分是被害人他非常的多，哦，那目前提出申诉的有6个人，哦。那第3个是他这个期间很长，从110年到113年。张应当免责了后，要受公务人员的资格，不过袂当伫台中市府继续任职。市府表示，9月初9接到1位受害者申诉，启动调查了后，陆续有另外4名被害者提出申诉。调查结果出来了后，又有第6名的受害者提出申诉，目前搁在调查。调查过程当中，陆续又有第2位、第3位、第4位、第5位同仁来提出申诉，我们都要跟他做约谈嘛，那做成记录。那也希望张先生能向我们几位被害者道歉，毕竟我们之后还需要继续面对司法的仲裁，还有很长一段路的要走。受害者表示，调查过程搁再面对信心压力，搁较希望市府会当加强改善工课场的环境，避免这款事件搁再发生。因那立宪基金会认为讲，除了对加害者处罚，搁爱清查敢有唔敢讲的受害者。如果说真的有一些状况位于长官的一些状况不敢说的这个部分，确实我认为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应该还是会是常态的。立宪基金会表示，工课场顶对的宽势的性骚扰，受害者真可能为着保钓工课，或者是因为宽势吞论。除了受害者爱勇敢站出来，工课场也应该确保申诉的管道真通顺，佮工作环境的改善也同款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因那卫福部新型传染病整备组姓黄的组长，也防指控讲未输地下皇帝对当人匹配叫涉公文。疾管署昨日下晡召开记者会说明，讲这个姓黄的组长这场霸凌案成立，可这回决议记过2届，甲主管职提调，而且调离开本地的单位。疾管署长曾仁祥也特别向当人甲社会大众回释咧。这场霸凌议题持续的议论，卫福部疾管署嘛传出新型传染病整备组姓黄的组长嘛涉嫌霸凌暴俗，也有网友甲大声骂当人的录音公开。对这个代志，疾管署27下晡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姓黄的组长这场霸凌案成立。考纪会嘛决议甲伊调离原单位，背调伊的主管职，搁记过2届。网络上不管是录音档或者是文字的描述的这个部分，经过我们的匿名问卷以及面访，看起来都是属实。疾管署表示，顶礼拜成立专案调查小组，针对46个相关当人进行网络无记名的问卷调查，其中有15个人愿意接受面访。经过提报安全甲卫生防护小组审议，决议这场霸凌事件是事实。为这个代志，疾管署长曾仁祥特别向当人甲外界回释咧。后续组长的工作由副署长罗一军接待，以后也加强这场霸凌防治甲内部申诉的管道，避免类似的事件搁再发生。避免这个后续的事件再发生那我们也会加强这个宣导我们相关的申诉的管道，以确保这个申诉管道畅通。疾管署搁再声明，反对任何这种霸凌行为，会好好检讨，会记得这个事件教训。也是卫福部2个市长加1个前市长，互人指控涉嫌这种霸凌案件，目前由处长李建德积极地调查，一定29礼拜5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有民众逼讲，花莲市清洁队一个社长的班长涉嫌长期霸凌队员，包括队员买水啉就互伊罚，佮要求丧假也爱来上班。目前先甲这个班长调职。这是花莲市清洁队伫美仑工业区的示范园区，队员当咧甲昨暗的粪扫分类，工课真辛苦。不过队上的班长却互指控伫管理上有真侪无公平，传出就连队员的老母过身，丧假煞互叫来上班。我说我妈往生，今天可能没办法上班，
但是他是说下午人力可能不够，他要再安排看看。后来就打电话还是让我休，但是他后面又讲了，礼拜一、礼拜二，请我一定要去上班。夜间的内容佫指控县政府班长规定运输车袂当脱离规定的路线，队员驶路去买水，就予处罚。另外，运输车因为无打动发生事故，佫爱队员出脱掉的费用，管理上更有疏失，引起关注。不应该在我们队员可以请丧假期间，请他来这边工作，但是这个也是经过队员他本身同意的，之后呢，我们会确实按照劳基法的规定。我们也将我们的班长先调离现职，然后静候调查的一个结果。那我这边要特别再做一个澄清一下，就是我们清洁队的车的一个路线，确实是不能偏移的，因为很怕会去收到私人业者的一个垃圾。予指控的县政的班长是强调，在管理上绝对无针对性，也无霸凌，不过要求丧假来上班，确实有疏失。确实，我有跟他协调，请他是否来帮忙上班。这一点，我想是我情急之下这样想的。我应该立即要跟长官反映，赶快调度人力来支援。枪击队强调，队上有165位队员，夜班计共有45位，出勤至少要有42位。人力安导是时常发生的，而且这些分钟拢是伫施工时风台过后上无用的时阵，各单位也真歹调度人力。不过，所有指控拢会接受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的霸凌事件了后，一直逼出其他的公务人员有未少受到霸凌，包括全国公务人员协会人才团体昨日召开记者会，呼吁新任劳动部长洪新涵爱调查清楚，公务机关也应该爱来严格处理。因希望政府通同意公务人员做工会。劳动部劳法署发生公务人员疑似受到前北分署长谢义勇霸凌害人行底路一案，引爆各界的怒火。小连续引出其他公务机关疑似霸凌的案件，引发各界关注。包含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等等真侪团体，伫在野党立委的陪同之下举行记者会，提出完善的职安法令等的诉求，要求公务机关对霸凌案采用较严格的原则。政府机关里面还充满着很多的这个保守封闭、管理不当的这样的一个官僚的气息。那主要起因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存在很多非常不合理或者不当的一些法令制度。讨所有公务机关内不合理的工作要求，例如说绩效要求，或者是不合理、完全没有道理的政策，这是要怎么检讨？要不要检讨？而且应该是所有行政机关的检讨都要做到。劳工团体也来声援。做伙呼吁新任的劳动部长洪新涵，行政调查清楚规站霸凌案，也呼吁政府修法，同意公务人员调做工会。若无报考公务人员的人数，一定会愈来愈少。他们只要内部申诉管道一反映之后，马上上面就交下来给他们的主管。既然主管在那里，那你就可以想象说，就会出现一些恐吓或者是莫名的孤立啊，影响非常深远。甚至于影响到年轻朋友都不太愿意来报考，考不考？参与会议的国民党立委是强调，会伫29的议会提案谴责劳动部，并且成立这场调查委员会清查霸凌案。后礼拜的卫生环保委员会也安排洪新涵进行专案报告。民众党的立委是表示，12月初7要举行反霸凌大游行。互各界关注霸凌问题严重性。记者综合报道。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第2摆委员会会议，伫昨日伫总统府举行。总统赖清德在时，政府要继续拓扩对心理建设的投资，建立更加完整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除了行政院将指导卫福部及相关部会研议增列公务人员身心调适假。政府也该提出其他积极的作为，这包括增设政院层级的专责通报平台，也将请行政院协同考试院研议，推动强化反职场霸凌规范以及配套措施。劳动部也有提供了6次的免费心理咨商的这个服务。好，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让相关的这个心理师还有医疗服务提供者能够让个案能够更便利，因为我们包含也提供了线上的心理咨商的部分。
卫福部表示，会开始参相关部会开始研究，公务人员增加身心调适假，也协助各部会推展心理健康方案。尤其亲像国防部、内政部这寡部会，工会场较通接触到通自伤的工具，希望会使提供进一步的心理支持。我表示，2028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服务量能增加到3倍。空军有一台爱国者的飞弹系统的维修车辆，昨日下晡3点外发生并车意外。这台车咧进行移防训练的时，伫咧台东的11线并落山坡，加在车顶的人有家己爬出来，只有着轻伤。空军表示，已经派人调查，而且协助处理拖车的工课，等咧调查事故原因。警方由防搜索，军方的人员也伫现场戒备。详细看，伫山坎骹有一台军用车，并90度倒伫咧海岸边的草坡啊。日晡下昼3点半，台东第11线96公里的所在，一台军用车并喺山坎骹，军方证实是爱国者飞弹系统的装备维修车。这台爱国者飞弹系统装备维修车所属单位是空军飞弹指挥部屏东基地飞弹营。日晡早起伫花莲演训，车队预防传要登去屏东时阵半路出代志，经销赶来现场，担心有人抑个缀伫咧车下骹。我刚才经过确认，所有人拢已经出来啊，只是轻伤而已。我要靠近看那个，就是说不行了。这个地方会常发生车祸吗？很少呢。很少吼，所以会失控。一般也路还蛮直的嘛，可能是打瞌睡还是累了哦。空军司令部讲，驾驶甲车长拢轻伤而已，无大碍。救护车已经甲人送去病院，军方也派专人来调查，也个协助处理拖吊作业。经过2点外钟，暗时9点外，这架车吊起来升度，验过人看到车头已经规拢冒气，海甲真严重。空军司令部讲，会要求各单位要加强注意，避免搁发生这种代志。一若代志发生的原因，也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兰屿乡的卫生所昨日暗头接到通报，讲乡公所的宿舍内底有人需要急救。救护车赶到现场，发现病患是乡长谢和元，所以送到卫生所，但是卫生所诊断已经明显死亡。你们继续留下来啊，先今年9月底，兰屿乡长谢和元出访北流，因为说3度2风台的防灾作业提早结束行程，赶回来台湾指挥防灾。谢和元是昨日暗头5点外，互人发现倒伫咧宿舍内底。经过卫生所诊断，已经确认是明显死亡。也那台东县长廖庆玲是指示讲，由秘书周丽珠暂代乡长，会赶紧来启动补选。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孝庭涉嫌诈领助理费，经过2个多月的审理，检方认定黄孝庭涉嫌用人头、薪水保管等方式来诈领助理费。按照贪污罪甲公务人员定在不实等罪嫌提起公诉。摕现金来到法院，伊是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孝庭的小妹，但要替阿兄交保。法官裁定黄孝庭以150万交保，限制自居甲出境出海，并且爱使用电子监控。高雄地方法院表示，是因为黄孝庭犯罪事实拢自白，而且检察官调查了后已经有掌握，同意交保。第2、第3、第4届议员为深受肯定之民意代表，竟然利用议员身份长期指示，以申报人头助理及低薪高报等手法诈领助理费用。黄孝庭获羁押2个月，检方第2备案涉嫌犯贪污罪，和公务员定在不实等罪嫌起诉，去服务处工作人员拢无回应。检方发现黄孝庭涉嫌以假人头、假薪水、关报诈领助理费。做第2届议员的期间，助理申领的薪水上悬2万多，以3万到4万申报，涉嫌以假人头诈领助理费1309万5千块，假薪水报关到145万5千块，计共1455万。伊承认所有的犯行主动缴费全部的犯罪所得，建请法官用较轻的量刑。羁押期间，他当然不能来参加会议，就大概就是影响这一段期间的那个出席会议的权利，其他都不会有。起诉的话，其实基本上他还要经过法院的一个审判嘛，所以目前还不会对他的身份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应消停动机的问题，国民党高雄市党部表示，需要经过科技会讨论。律师林书涵是指出，消停涉嫌诈领助理费的官司，伫选罢法三套修正通过部分条文了后，只要伊伫三审定宪了后，宣告有罪，包含原刑在内，拢适用袂当阁登记做候选人的规范，等于是一世人袂当阁参选。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继续受大陆冷气团甲辐射冷却的影响，各地头早时、暗时拢会较寒。咱来看温度。今仔日透早上低温伫咧新北市的石碇7.8度，气象署早时针对全台8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部分地区已经落到10度以下，相信好朋友出门就要穿好少。今仔日苗栗以北甲宜兰低温是11到13度，其他地区也只有13到16度。再是因为有日头的关系，苗栗以北、宜兰、花莲地区高温19到20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会感觉较舒适偏凉一寡。中南部早晚的温差是较明显，就要要意随时调整清查。也若外岛地区的平湖19到21度，金门15到20度。马祖地区是13到16度。今年入秋头一阵，冷气团到位，真侪所在拢发布低温特报，天气是大个冷。气象署表示，苗栗以北、宜兰地区到明仔载早起进前可能会落到10度左右，加上后日受辐射冷却的影响，各地头也是12到14度左右，提醒民众这2天就要穿好少。伫雪霸国家公园内底的雪山主峰到大坝尖山这搭已经隔一阵霜，受到入秋头一波大陆冷气团甲辐射冷却的影响，气象署表示，拜5到拜6透早是上寒的。苗栗以北的平地甲宜兰地区可能会有10度左右的低温。苗栗以北跟东北部在今晚上、明天清晨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10度以下的低温，甚至部分地区也有机会来到8度左右。气象署表示，这波冷气团会影响到拜6早起，随着来各地头空块所在受辐射冷却的影响，中部以北可能也会出现13到14度的低温。所以在周日跟周一的清晨的话，低温的部分的话，在中部以北大概还是有机会出现部分13、14度的一个低温，那其他地区大概在15、16度左右。气象署特别提醒，这波冷气团属于大冷，所以全台拢是侪云好天，早暗温差真大，提醒民众爱穿好少。另外，后礼拜一过头开始，东北季风会较强，北部这方面的雨水会渐渐增加，北部东半部到时阵可能会落雨。记者刘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南韩首尔27落大雪，气象厅讲，长江早起落的雪有16公分半遮高，是1907年有监控记录以来落上济的雪。落大雪也造成树仔倒去、失电，佮有交通事故，也影响到航班。真侪台湾游客人伫咧仁川机场无法度转来，也若台湾要飞韩国的是同款受到影响。南韩首尔27落初雪，规片白茫茫。气象厅当天透早7点测到16.5公分的积雪，超过1972年11月28 12.4公分的记录，也是自1907年有监控记录以来上大的降雪量。那造成路树倒去、停电、甲交通事故等灾情，也造成上百班的航班甲客船取消或者是延前。是一直 delay 嘛，然后在机场睡了1天，换了班机之后2点要飞的，然后现在又被延迟到下午5点了。大阵台湾旅客号召伫南韩的仁川机场、首尔甲京畿道地区出现8年来上大的降雪，真侪航班拢受影响，无法度飞。机场内的电子看板大量航班显示延迟。由于仁川机场目前的航机流量管制，我们起飞的时间必须要再延后。那仁川机场的旅客和延迟，华航这班原底伫透早7点外对高雄小港飞往仁川的班机，本来已经登机煞，也因为仁川机场的流量管制，机场公布爱旅客落机到候机稍等。很无奈遇到大雪，因为原本一大早要飞，然后到那边中午就可以到那边开始所有的行程，然后现在变成打乱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飞。华航 CI164因为天气延前到中昼12点半才飞，桃机场的影响更较大。28南韩往回桃机的航班目前有18班通报的变化，专家提醒旅客除了随时注意航班的动态，可当投保旅游不便险。每延误3个小时就理赔6000元的哈。那现在目前大部分都是延误4小时以上
理赔比方说6000元，或是延误6小时以上理赔。专家表示，旅游不避险，真侪是按照延前的时间定额赔付。若拄到班机因为天气等因素延前，会当有更较侪应变的选择。不过也提醒旅客注意相关的理赔条件，卡免影响到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报纸。法基显示，联合报罗法署北区分署的这场霸凌案继续咧烧。新任劳动部长洪信汉互白讲，要求公务人员拜6礼拜就要加班，召开业务会议报告。有基层对此是表达不满。洪信汉讲，大家单位轮流报告讨论半点钟，报告刷就通离开，也讲会检讨工作流程，减少同仁非必要的负担。接下来是中国时报，主计总署公布113年人力运用调查，今年5月失业人数大约是40万人左右，其中有15万人，也就是37%的人捌拄到工作机会却无就业。调查原因有7成的人是因为太久无符合期待。落尾是自由时报，愈来愈侪国家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英国国会28通过一项动议，记作中国对台湾主权的声索，而且要求英国政府加强对台湾的支持，来向联合国排除台湾的政策施压，要求改变目前因为中国压力有所顾虑的做法。CPTPP 执委会年度大会伫咧加拿大举行，不过外国媒体报道，台湾的入会案可能会继续放咧无要处理。外交部长林佳龙讲，这个讲法唔对。目前台湾正在进行预先咨商，按照程序，阁要先成立工作小组，才会进入协商。也若总统赖清德要出访南太平洋，总统府昨日表示，会过境夏威夷甲关岛，参侨胞甲地库来交流。今天早上，因为在安排总统出访的事宜，因为在3天就要出访，刚好跟友邦联系还有相关的工作，就是要在这个时间能够确认。赖总统3早要出访南太平洋3友邦，赴访正式会伫美国夏威夷停留2暗，关岛1暗，照惯例有机会和老朋友互动，参加地库关门座谈，也有交面宴会等行程。到夏威夷的话，能不能到我们的住处看一下？你点头，你现在是说会哈 ？OK， 好。这你的建议了嘿。好，我的建议好。第二个，我们有一个联兵营在夏威夷受训，能不能去鼓励我们官兵一下？这个也是你的看法，嘿，都很宝贵。受台美中政治的影响，外媒引用在内政的人士表示，2日开始的 CPTPP 执委会年度大会，台湾的入会申请案或坑列无处理，包含马来西亚甲新加坡都无法度对台湾加这个资格有共识。对此，林佳龙回回讲，报道有误解，按程序爱先成立工作小组，才会进入协商。台湾目前也未受允准成立工作小组，不过现阶段甲会员国非正式的咨商，目前无人反对。他有一个程序要成立工作小组，我们现在争取大部分的国家，我们接触都支持，没有反对，所以有一些报道是错误的，共识觉得问题。哪一个报道是错误的？对，他就是所谓的他全部共识支持嘛。那你觉得为什么他们这一次如果有政治的干扰，也可以做知道。林佳龙阁强调，按照加拿大提出的解说，反对的国家甚至该陈述反对的理由，去说服其他的成员国。行政院也表示，台湾对入会已经做好准备，一旦台执委会年度大会结束了后，会联合声明。记者综合报道。波罗的海2条海底电缆伫咧17、18，拢互经过的一台中国货船移平3号挂断去，这也牵涉到中德国、瑞典、芬兰甲立陶宛因发布联合声明表达关注。瑞典总理2日表示，因希望移平3号会当去到瑞典的海域协助调查。中国货轮移平3号这座航程是为罗西亚、欧斯陆加港载运肥料去埃及的塞德港。为卫星甲高航记录资料来看，长度225公尺、宽度32公尺的移平3号驶入波罗的海，升至17切断连接瑞典甲立陶宛的电缆，拖定航行160公里，较无24点钟内佫切断一条连接德国甲芬兰的电缆，尾啊佫细弯路航行。起定了后，佫正常的速度伫航行，互丹麦海军船舰拿查了后，伫瑞典甲丹麦中央的克德加海峡落定等待调查。
水电总理克里斯蒂森日他表示，希望伊平3号会当往水电的海域去协助调查。不过伊嘛强调，伊毋是伫提出指控。Vi vill bringa klarhet i vad som har hänt. Regeringen bedriver inga brottsutredningar och vi kastar inga anklagelser omkring oss. Och det har vi varit noga med också, men vi vill absolut bringa klarhet i vad som har hänt. Det här är andra gången på relativt kort tid som det sker allvarliga kabelbrott. Brott i den fysiska bemärkelsen. Och vi vill absolut veta vad det här beror på. 拖真重的店航行遐尼远，那真危险，佫是真了油的代志。一般的货轮根本无可能安尼做。代志牵涉到4个国家，德国、瑞典、芬兰佮立陶宛发布联合声明，对这件事件表达严重的关切。警方已经展开调查行动。欧洲的官员是怀疑这是甲俄乌战争有关的故意破坏。早伫几个礼拜前，美国官员都捌警告，罗西亚可能会攻击海底电缆，也是关键的海洋基础设施。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中国新疆长期防指控强迫劳动、侵犯人权。美中贸易战搁在压关的时阵，国际企业开始表态，亲像德国的福斯汽车宣布，甲新疆的工厂甲测试跑道卖掉。因那日本做衫的 Uniqlo 也头一届说明，讲因无使用新疆的名仔。日本连锁品牌 Uniqlo 以简单实穿的风格，伫咧全球拢卖甲真好。母公司信销执行长刘载静，过去是一直保持中立，伫美中之间，伊是拢无选徛对一边，一直想无要去讲敢有使用新疆的名仔花，一直到最近才伫咧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采访内面，第一摆讲出旗下的产品无用新疆的名仔花。中国是 Uniqlo 上大的制作中心。2022年，美国因为人权和劳权的问题，对新疆商品的进口实施严格的规定。真侪国际品牌，亲像 H&M、Nike、Adidas 这品牌拢配合表态，结果拢伫中国市场红抵制。刘载静无选徛对一边，互品牌伫中国是持续受到欢迎，而且热销。最近刘载静接受 BBC 的专访，讲到产品原料的来源和制作方式，讲一句“阮无使用新疆名仔”，所落来就小可顿地，国讲若国讲落去，就会变甲伤政治化，后壁就结束这个话题。刘载静认为讲 Uniqlo 阁无算是全球有名的品牌，上大的市场嘛是伫咧亚洲。中国的门市比伫咧日本阁较济。虽然讲中国的经济最近是面对挑战，但是伊嘛无打算要改变即卖的策略。伊认为讲，以中国14亿的人口，当地的门市应该会当对即卖的1000间增加到3000间，嘛会持续甲生产的重心放伫中国。阁讲希望伫咧伊退休进前，会当超过西班牙的 Zara， 伫咧全球的流行零售业内面做第一名。若要实现这个目标 ，Uniqlo 唔能够扩大中国市场，佫需要摕到西方的市场。专家分析，伫川普登来做总统，贸易战一定会升温的时代，企业要选徛对一边的压力嘛愈来愈大。西方的消费者相对是佫较重视劳动者的人权问题，刘载静要探版图佫有挑战。另外一间跨国企业福斯汽车已经和中国上海汽车合资，在新疆设厂营运真侪年，嘛持续受到外界做劳权的检视。日前福斯发布新闻稿，宣布家己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工厂和在吐鲁番的测试跑道卖予一间中国企业。发言人讲，这是战略的调整，工厂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已经予合作的企业卖出去啊。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今仔日国际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昨日开始实施甲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停火，停止双方超过1年外的战火。不过，以色列军方今仔日煞加强攻击加沙走廊的中部。医护人员表示，至少有26个巴勒斯坦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指控罗西亚利用集束弹药攻击能源基础设施，致使超过100万的用户伫咧寒天时阵无电通用。乌克兰讲，这是罗西亚今年第11摆对民用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法新社报道，非洲东部乌干达过去几天落大水雨。国内东部地区几路的砖头发生土石流，已经造成15个人死亡，还在搜救当中。昨日U12亚洲小棒锦标赛延续这几天台湾的棒球气势，以1-0甲日本拍败，进入冠军战。
代志之前第7局的延长赛，台湾把握攻势，一个人出局，攻占2垒甲3垒。林伟间讲出内野的安打，三垒的跑者总来本垒摕到1分。这两队的实力是拢真坚强，讲到第6局也是0-0，一直到第7局延长赛才摕到1分，拍败1分。今仔日的冠军战要对战韩国，咱来继续为台湾的选手来加油。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队得到冠军。世界棒垒球总会公布上新的世界棒球排名，台湾这摆增加1380分，总分来到5498分。目前是日本排名排第1，台湾排名是第2。这届台湾队的选手，大家人拢通摕到700万的国光奖金，但是在野党要修财化法，主计总署讲，这可能致使奖金会减对半。世界12强棒球赛，中华队摕冠军，激励大家的士气。世界棒垒球总会公布的最新世界棒球排名，台湾摕冠军，那亲像吞大补丸，加1380分，总积分先悬到5498分，占第2名，嘛有更加日本的分数。日本摕到亚军，排名也是维持第1，摕到第4名的委内瑞拉排名第3。也是12强赛冠军选手，每一个人会当摕700万的国光奖金。不过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有意要修正再违法，行政院主计总处2月表示，那是修法通过，国光奖金恐惊抬一半，剩350万。那搞不好连这些球员的奖金都要对半哦。是的。原来700万要变350嘛。原则上都是这样。民进党政府不用拿选手当挡箭牌，我们也会誓死捍卫选手应该获得的权利。现在要避免的是中央的浪费，不是说财划法修正完之后中央就没有钱。怎么国光奖金应该是要增加，怎么反而会是减少的？在野立委批评郭国文甲主计总处讨好的对棒风声，强调会捍卫选手的权利。那是庆祝棒球摕冠军，传出总统赖清德因为改换500块纸票的图，行政院表示，无论是纪念碑、纸票的改版，都用台拢支持，等地收集各界意见。院长方面呢，也会来做一个相关的处理，然后再看会适时的对外来做说明。目前500块纸票的图是南王国小校棒队，真拄好是图中的客家市政统一赛选手林志雄，伊嘛是台湾队长陈杰宪的前队友。会有小有感伤，真是只是换一个角度去想，我觉得应该是传承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值得了。对，都是棒球的东西，我觉得都是让大家鼓励一点，就是让国人知道棒球。那纸票换做12强冠军队员林志雄认为有传承意义，新时代的球员摕到好表现，得到肯定，有助台湾棒球更较有名。记者综合报道。台师大查某骹球队的队员透过立委指控教练甲教授参与国科会的运动科学研究计划，要求选手就要配合连续14天，逐天抽血3届，那唔配合就会扣学分。因若这个研究同意思也是代志发生了后才补签的。台师大表示已经启动调查，厘清过程当中。民进党立委陈培如2月伫立法院质询国科会，表示收到台师大女骹球队员的投诉，指控教练甲教授参加国科会的精准运动科学研究专案计划，要求选手爱配合连续14天，逐天3届配合抽血，无配合就会互人扣比较学分。佮提出投诉者提供的通讯软体对话，指控教练不当威胁，要求国科会爱查明。我们当然愿意支持所有的运科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为符合研究伦理、符合上对下的关系是对的，而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好吗？是，谢谢委员。这项计划目前已经进入第2期，由中大学台师大体育系中间纪律病院等团队共同执行，主要针对咱女性脚球员为心理表现等面向进行跨领域的综合评估，以达成增加比赛表现的目标。很害怕就是被报复，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不成功变成人啊。就说我们又是受试者，然后又是协助实验的人，然后最后的那些实验经费也都不会到我们手里。记者找到投诉的女脚球队员，伊感觉规过程家己那亲像白鸟鼠，不过原来有女脚球员支持教练甲教授进行计划，来强化因的训练表现。检测完就一样恢复正常训练了，对啊，所以这其实对我们来说就只是寒暑假中间，我们当作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而已。这边的人他们会全程在，我不是每天都在现场啊。学生如果说对我们当时讲解上他有
误解啊，我们跟他们道歉，那个都没问题。对这件代志，计划主持教授甲教练拢讲，若做过程引起学生囡仔的误解，真心向因表达失礼。代书代讲已经启动调查，查清楚过程，因为教练确实甲学生囡仔收取费用所来做公积金，会请教练爱行。记者综合报道。嘉义的六卡有一个民众伫咧附近饲200只龙洞犬，佮记载即寡狗仔脚车咬人，防治所的人员去现场要掠狗，即个民众佮加引起冲突，甚至佮出手要拍人。防治所去报案，即个民众已经互人以妨害公务罪上班。18半暝，嘉义县加thuộc一名防治所人员去六卡乡要掠一直互民众通报会脚车咬人的龙洞狗仔，却互附近人阻挡，双方起冤家。拢有识才好，拢有识。啊，人就规定就是安尼，恁家己要共饲哪呢？袂堪的附近人当期接近的时间对调蛇脚，家属所报警察甲附近人照妨害公务移送法办。另外，附近人饲龙洞狗造成环境垃圾的问题，也移交环保单位处理。家属所表示，常常互咧饲龙洞狗的民众主动执法，各项攻击，甚至各甲有问题狗仔身躯装的矫正器拆掉，互部分龙洞狗仔虐车咬人的问题真歹解决，才会报警察。由于之前多次发生本所在执行勤务的时候，遭到非理性喂养人的辱骂，甚至是殴打，所以本次将不再姑息其非理性的行为。嘉义县统计，这几年虐车咬人的狗仔，7成是有主人，也是有人咧饲。当地警方数据也显示，民众骑车或者是驶车的时，拄到动物向撞出来，造成伤亡，9成是龙洞狗仔规定咧虐车。家属所认为，发挥爱心饲狗无毋对，不过也要尊重执勤人员，莫共骂，嘛莫共恐吓。确定危害人安全的流浪犬猫再进行移除。那另外一方面呢，喂养流浪犬猫的人呢，也要有自爱、有公德心，把环境呢清理干净。民间团体建议执法单位要落实精准掠狗仔，避免互爱心人士假是讲要甲龙洞狗仔全拢掠去。民众要饲的时，也建议去人甲车较少的所在，减少人和动物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政府邀请卖菜阿嬷陈树菊做伙来宣导防诈骗。行政议会预备通过打诈公领2.0，明年1月会施行。目标是包括逐年甲100亿的诈骗金额砸落来，也要阻挡6万条社群平台的诈骗广告。世界拢是诈骗集团，台东县政府为着要强化全民防诈意识，邀请爱心卖菜阿嬷陈树菊现身来反诈，分享伊家己的经验。过去捌互诈骗集团锁定，叫伊申请提款卡，嘛有诈骗集团利用伊申请口做诈骗，但拢互伊发现，伊呼吁大家，贪念是防骗的关键。天底下无遮侪好康，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不要想太多啊，够用就好了。台东县警察局嘛提出内政部警政署统计数据，表示讲11月26日天，全国受理628件诈骗案，损失是超过4亿4000万，其中以台中上悬，敢若澎湖县的警方无受理到诈骗案。受理了628件，财损的数这个就4亿4678万元，这些人民的血汗钱，一天就4亿多。行政议会2月是通过打诈公领2.0，调整原本4大面向的结果，新增加防诈的面向。司法部做统筹机关专案会对明年1月开始实施，希望对源头来打击诈欺犯罪。目标包括当年阻挡100亿的诈骗金额，另外还有阻挡6万的社群平台的诈骗广告。强化 AI 防治，深化跨境合作，监管防诈产业及强化被害人保护等各项新增策略及措施。另外，为了避免不是本国籍的用户在出境了后，因留的移付卡行非法利用，透过连接移民署的资料库，若是经过查询发现讲用户已经出境，而且无伫个期限内完成 KYC 认证，就会把这个移付卡的门号停话断话。NCC 督导电信事业来成立不是本国籍的移付卡，原本统计差不多有221万的门号，加速处理了差不多有210万的。要连到移民署的资料库，大概11月初开始上线，所以大概11月初到现在，应该不到1个月，我们就降了10几万。那12月初的话是全面上线哈，那预期效果会力道会更大。金管会嘛督导金融机构管制人头口座和信用卡的诈骗，除了强化虚拟资产洗钱防治和诈欺防治管理，嘛推动建立信用卡诈欺犯罪防治电子化通报平台，用来阻挡非法的金流。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议会通过民法第108条修正草案，甲爸母通定解囡仔的文字提调。不过，就家长团体认为，政府无法度代替家长的角色，呼吁爱有更较好的配套措施。因那卫福部是强调，唔是袂使管教，是爱用正面的方式。大概多大？我小朋友现在是1岁半，其实就有点难处理。要3岁了，他们比较有想法，而且他们会知道会去钻你的漏洞。家长想尽办法要做好囡仔的教养，巩固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囡仔应该互看作是独立的个体，需要尊重沟通，不是教事，也是甲拍干的。因应国际趋势，政府鼓励父母对囡仔正向教导。像我们这个年代，都是被打的长大的，觉得小朋友他还是应该要。就是我们要去处罚他，可能画一个格子让他罚站，但我会待在他旁边，我不能不理他。正向教养，例如说，如果他不吃饭，一直看电视，就是跟他说，吃完饭就是可以吃水果，立刻马上的给他鼓励。为着确保囡仔袂受到任何形式的不当对待，行政院27确定民法第1085条修正草案，甲现行条文内面，父母会当伫必要范围内定解囝儿，解做父母保护和教养未成年的囝儿，应该考虑到囝儿的年岁和发展程度，尊重囝儿的人格，袂当对囝儿做出心情暴力的行为。家长团体讲，虽然是好意，但是有麻烦到无明确的定义和配套，这是提走家长的管教权。你的定义很不清楚啊，因为你是任何形式的身心，而且以孩子的感受为主，他要对这个法有正确的解读，避免他引用错误，然后一直制造亲子的对立。教育部讲，目前各县市拢有设家庭教育中心，提供民众协助，嘛建议参考家庭教育资源网，也是靠全国家庭教育资讯专线。这个父母亲不是说不能管教小孩，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用正向的方式。未来政府在这方面呢，应该会扩大相关的这个协助，那并且呢扩大宣导。行政院讲，草案送请立法院审议了后，会请法务部会同教育部、卫福部积极协调各党团来沟通，完善亲子家庭教育的服务，支持家庭发挥教养功能。记者综合报道。台大病院昨日发表罗干中心成立2周年的成果，有一个17岁的查甫囡仔，因为罕见疾病，一出世就因为头壳扁、面揪起受人踢笑。医疗团队做伙合作，经过20多届的手术，总算是恢复到一般人的外观甲功能。17岁幼家是先天性颅骨膨早皮的克鲁松症候群患者，也是罕见疾病之一。过去常常因为外观甲一般人无同款，互周围人笑、读册甲社交拢是问题。不过，伫经过将近10摆大小手术了后，伊即马开朗够自信。伊讲毕业了后，想要甲一般人同款，找头路趁钱，也想要交女朋友。所有人都嘲笑我是外星人。让我觉得感觉不 OK， 那现在已经越来越好的，越来越正常。负责治疗幼家的台大医疗团队表示，先天性颅癌患者常常需要看科别治疗。过出世到大汉无共款的阶段，要接受真侪摆颅骨甲颜面手术来解决颅腔、目睭、喘气、语言甲外观这问题。这几年来，医疗科技进步，即马采用高科技电脑辅助，比如手术导航系统、电脑手术簿记甲3D 列印等，因互颅癌手术更较精准、快速而且安全。有些甚至根本就是摸不到了，而且附近有很多重要的神经血管的大脑、眼睛等等。好，一方面看不到，一方面又要避开这些重要的东西，所以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才需要这些先进的科技来帮助我们。医方强调，2年前成立颅癌医疗甲生态科学发展中心，帮助颅癌患者甲家属接受治疗。根据统计，为自2008年以来，院内已经完成10多例重大颅癌医疗手术。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科技大学的团队最近开发 AI 智慧无人船，伫咧昨日落水测试，这只船会当家己判断航线。另外，也有民间的船厂发表上新的军事无人艇，阁会当做海上救援的工作。
这只差不多3米长的无人船28落水航行，这是高雄科技大学7个科系共同研发的无人智慧船向阳号。伊结合 AI 巡航系统，会当自动判断航线，而且佫是用氢能电池来做动力，船顶氢气嘛会当发电，供应无人船走长途。经济呢，你只要持续的供应，它就会持续的发电，然后通给我们的电子，然后让整个旅程增加。我船仔咧充电时阵，我充电盘甲我船仔的距离吼，迄袂使离伤远，嘛袂使离伤近，嘛袂使变来变去。因变来变去的时阵，伊迄个电吼会卖变来变去，安尼会互伊规迄个线路煞烧掉。罗教授指出，发电水底的充电系统定拄到充电无稳定的问题，因研发这款稳定而且会当快速充电的技术，是无人船减少人力的关键。未来希望会当用伫咧海事探勘等等的用途。另外，军用无人船最近也真抢，国内有游艇的厂商伫咧高雄国际游艇展发表国内头一只稳型军用的无人艇，目前整体研发完成啊，按算明年就会当落海测试。无人艇呢，它不只是只有那个军事用途，其实它有很多的那个在民用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功能啊。哦，那像以海巡来讲的话，自动收放那个救生圈啊，可以去做这些搜救的功能，这样子。业者强调，各国当伫咧积极发展无人船艇，台湾的造船产业界出名，希望学界甲产业界斗阵合作，来提升台湾的海洋实力。记者柯昭勇高雄报道。台湾的金蕉今年受风台影响，有一寡品质是较歹。农粮署研究要甲这寡金蕉做加工的产品，咱就做回来了解。台湾过去伫1960年代，因为金蕉外销排名世界第4，所以互人号做金蕉王国。不过，即马有超过90成金蕉拢是内销，因为金蕉好炸有营养，大家普通时啊拢是甲金蕉当做食饭饱的水果。农粮署表示，因为台湾过去的产量济，为着卖互卖出去，也是外形伤歹的金蕉拍算，金蕉加工真做是一条新的路。那因为香蕉除了鲜食之外，其实很多我们也是做成加工产品。像今天展示的，包括有做一些香蕉的脆片，或是香蕉的一些薯条，里面都是我们目前在积极来推动的这一个香蕉加工的一些产品，可以保存更长的期间、更长的期限，那更多消费者来采用。台湾金蕉种植的面积大约1.5万公顷，年产量约33万吨。台湾金蕉研究所表示，目前市面上除了一般黄金蕉加工产品，青的金蕉因为有更较丰富的纤维，对要益健康的民众来讲是一个袂歹的选择。青金蕉内底呢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也营养成分也很高，尤其呢它的抗性淀粉呢大概有40% 以上。那我们知道抗性淀粉就是我们为阮来讲呢是更健康的一个会当控制体重呢跟这个低 GI 的食物。台湾金蕉研究所表示，今年受到风台影响，金蕉的价销对每公斤大约20块，起到每公斤大约65块，是起超过3倍。加受损的金蕉量变多，因透过加工，将黄金蕉、青金蕉变作是贡丸、烟尘点心、马铃薯条等等。农粮署表示，未来希望透过研发加工食品，提升台湾金蕉的价值。记者中嘉义谢桂林台北报道。家己的管剧团配合家己武艺生活节活动，结合戏剧、行读表演甲台语背历的课程，要用在地的生活感，互台语的学习更较趣味。上台语鉴定课的民众分享家己用台文写的文章，有这当中学习台语的读甲写。除了课程以外，家己武艺生活节阁有戏剧训练在地历史行读，互学习台语的过程当中，会当有生活化的体验。生活化内底有台语，咱就是带大家哪认捌咱的城市，咱认捌咱的人文，咱会当互大家多方面来去了解。佫会当学到咱的母语。阮今年佫增加咱的台语课，台语鉴定课嘛是要鼓励大家会使上课了，会使去考咱的台语鉴定，佫有咱的大汉细汉讲台语，就是一寡嘛是囡仔人的迄个用台语来上一寡戏剧课。这届武艺生活节
特别举办台语鉴定的培力课程，来上课的民众拢伫读甲写这方面加减会拄着一寡问题，老师就建议大家爱培养使用字典的习惯。用写国语吼，可能10分钟就写好啊。写台语的文章啊，去查、去用、去想办法来用出来，爱训练2点钟。每一场的台语课，每一个老师伊会使教予我的字词拢无共，所以我会使收集愈来愈侪台语的字词。一开始的时阵啊，莫嫌艰苦，莫嫌麻烦，一字字落去查，啊查了对的，就你的啊，啊若无你拢一直记唔对。滚剧团配合家己市政府有举办母语生活节，透过表演艺术甲在地文化来推广台语的听讲读写，希望民众日常生活加讲台语，嘛互学习会当加添趣味。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日本东京港区有一栋外观奇怪的建筑物，是建筑师KI SUKE OKA开码20年起的。伊亲身去调整蓝仔孔的比例，提升建筑物的寿命，会当到200年，是一般蓝仔孔建筑物的4倍。一边空地用铁皮围起来，内面有一栋正特别的建筑物，高档踩伫咧路边。这是日本东京港区一个建筑用地。这栋建筑是建筑师江启富用20年的时间，家己设计亲手起来。今のこの能力があれば、3年で終わるだろうと思って着手しました。それぐらいぼんやりしてました。3年とはうまくいかなくても5年6年だろうと。そしたら全然うまくいきませんでしたね。1965年出世的江启富，建筑系毕业，不做过起厝的工人，主体厂商顶工作。不过因为对化学物质过敏，无法度搁做相关工作。为了要圆家己的梦，2005年，伊甲港区这个地买起来，要起伊梦想内面的厝。迄当阵，伊正敬仰的日本建筑界革命家石川修武有办一场讲课，叫上课的学生画出家己心内建筑。这栋用海潮孔的生物号名，而且遥向瑞士法国建筑师的先辈可可比喻致敬的建筑物，以尊原路就开始伫咧伊头壳底形成。有4层楼悬，1楼是入口，2楼困房，3楼客厅，4楼液晶加厝顶。为了要互厝较勇，伊调的空谷里质量比一般少3成，密度较悬，较有洞，是一般空谷里的4倍，业界也真懊恼。这栋已经起要到20年的建筑物，占地无到40平方公尺，看起来真粗响，手路阁真幼，也真有西班牙建筑师高地的作品风格。所以江启富也互人叫做3点的高地，因为伊建筑的风格，甚至也阁互人摕来甲吉卜力工作室动画电影内面《霍尔移动城堡》来比。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落尾咱最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2度到20度，中部地区10度到23度，南部地区14度到24度，东部地区11度到21度。华岛地区12度到20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明仔载再会。